第一次主持妈妈的节目，有什么感觉吗？我觉得 OK 啊，因为其实当妈妈都已经12年了，蛮有经验的。然后中间也听过很多妈妈经，也是每天都在聊妈妈经。我觉得其实这个节目对我来说，我很期待听到很多各行各业辛苦的妈妈们的分享。对，那其实大家也期待你的新恋情，期待很久了。对，自己放过我吧，我才刚单身呢，好不容易，为什么要立刻锁住什么？不需要啊，我觉得就是好好享受单身，不是很好吗？所以现在是单身就对了。哎，谢谢，恭喜我，恭喜恭喜！对啊，跟丁先生的关系呢？我们就是教友啊，就是每个礼拜3都会聚会啊，然后而且像那天对，《镜周刊》说我去他的工作室，那个其实是马哥家，对啊，我们每个礼拜3小组都在那里聚会啊，就是教会小组，对啊。听起来文字要蹲低一点，谢谢。那阿良也跟你一样开心吗？应该是吧，我在猜，应该也是，应该对啊，应该是蛮开心的。我觉得就是好不容易从一个坟墓走出来，就是应该很久不会去墓园。对啊，就是好好享受一下这个单身的感觉。可是他还没签字嘛？签啦，我们签了，他也签了。喂，他们签了，我们都签啦。现在就是在等他，因为我们最近我也比较忙，他也比较忙，然后就是在等要去户政事务所，但是签已经都签完了。哦，他知道啦，当然家人都会知道。你干嘛躲在后面？家人都知道啦，都晓得，只是就是他们也都一直都这样嘛，一路以来都是一直给予很大的支持跟信任这样。那瓜哥有看过丁先生的吗？瓜哥有看过，有啊，我们有一起聚餐过啊。对啊。那他对他的评价大概怎么样？他对他评价怎么样？我没有问，我们不会聊到这个耶，我没有问过，因为我的朋友真的很多，所以他不会一一去评论我的朋友。那这个事情爆发出来的时候，丁先生跟你有没有特别联系什么？你会觉得不太适应这么多的镁光灯？应该还好吧，他弟弟不是也是艺人吗？对啊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还 OK 了。那他有恭喜我什么？不单身。大家都一定恭喜的啊！拜托，这是世界上谁会不恭喜这件事情？大家听到都是非常的开心啊，然后所有边的人都是每一个都喜极而泣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他们真的非常的开心啊。对。那你下定决心的那一刻，关键是什么？是因为丁先生？不是，当然不是了，怎么会可能是他？因为这事情已经拖这么久了。然后我觉得其实之前也是一直很处在一个舒服圈啦，也觉得好像其实也没差。然后反正都是为了小孩一直在有一个共同生活的，不是不共同，就是说一个共同的相处模式，就是说我跟他一直都是这样子的模式，但只是就是说好像没签，好像也没差。然后签了，好像也没差，就是说之前就是生活一直都是单身，然后也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感受啊。但其实后来也是真的是看了，我那天还跟贾静雯说，就我觉得你的故事让我觉得很励志，然后还有包括像比如说小贤啊，我们公司现在已经变成失婚俱乐部，对啊，但是我觉得有看到很多，比如说以柔啊，我觉得看到他们的新闻。其实有让我重燃，觉得说是否有可能，我也可以再给自己一次机会，恢复自由身，然后单身，看看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事情发生，这样。所以其实是身边很多这些女生给我一些勇气，然后让我觉得可以试试看，这样，对啊。所以其实跟这些一点都没有关系，对啊。条件签的共同不一样之外，还有其他的条件。这个可能就是保密的部分吧，对啊，但就是接下来会更努力的赚钱这样。那我特别跟小孩怎么沟通？小孩沟通的部分就是一个很大的艺术，我觉得跟12岁小孩，其实他也都知道，因为毕竟我们也都分居7年了，然后他从一开始，要住2个地方，为什么爸爸妈妈不能睡在一起？然后为什么要一下回阿公就是爸爸家，然后一下回妈妈家这样？也到后来他也习惯啦，也就我觉得他已经这一路成长7年的时间，慢慢的在酝酿这件事情。